观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10月初5，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香港政府实施禁和平法，让民众真不满。全香港18区拢有抗议的活动，港铁早起嘛拢停驶。最近中部空气品质真歹，台中、台里、丰原这寡所在 AQI 指标拢在金马色顶。双十节就要到啊！公视第一台伫咧10月初10嘛会有专台语的直播。香港政府自初5翻点过实施禁和平法，让社会大众是真不满。全香港18区伫今仔日拢有抗议的活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晡针对禁和平法，是骂后面的暴民拍便衣警察这种行为实在真暴力。挂嘴暗夜雨伞，初5下晡的香港有真侪地区拢出现类似的场面。不少香港民众不满港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定禁止和平规例，所以发动游行，对铜锣湾开始组织，搁对湾仔、金钟、中环方向行，表达反对的立场。游行队伍当中，个人有黑色和黄色标语的布条啊，表达诉求，反对政府引用紧急法。几十名防暴警察提盾牌和警棍出现在中环，上几个示威民众带上车，现场气氛紧张。面对初4暗香港爆发的警民冲突，特首林郑月娥初5发表录影谈话，以和平报道称呼示威者，搁批评极端暴力行为，认为暴动更加反映出订定禁和平法有坚实的依據。暴徒嘅極端行為，令香港昨晚度過咗非常黑暗嘅一夜，令今日嘅香港社會陷於半癱瘓。特區政府將以最大嘅決心壓止暴力。我呼籲大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制暴，一齊譴責暴力，以堅定嘅意志同暴徒割席。晚上中風波不斷升溫，香港工聯會嘛召開記者會，譴責初4暗有和平潮烏衫的人破壞因至少20個服務點，影響到正常服務。肆無忌憚、無差別咁樣去進行破壞。我哋多區嘅工人俱樂部啦、工人醫療所都受到唔同程度嘅破壞。我哋工聯會咧，亦都對呢啲咁嘅暴行予以最嚴厲嘅譴責。反送中事件已經發展3個多月，雖然逃犯條例已經退回，但是即馬佫浮現緊急情況規例條例運用，爭議恐驚短時間內佫無法度結束。記者綜合報道。受到實施禁和平法的影響，港鐵早起攏停駛，致使香港的交通是袂陣袂動。另外，真濟商場和銀行是考慮到安全，拜六規日攏無開。專家嘛講，假使香港的國情繼續擴大，恐驚影響全球的經濟。港鐵灣仔站出口的鐵門關咧，廣告寫港鐵專線包括輕鐵和港鐵巴士，初5早起無提供服務。因為香港實施禁和平法的衝擊，港鐵變成破壞目標，香港交通袂陣袂動，民眾生活受到真大影響。我希望市民嘅生活得盡快可以回復正常啦嚇，咁啊雙方係即係大家多啲溝通，即係解決個問題啦嚇。港鐵表示，機場快線列車下晡2點半開放服務，香港站到機場站來回方向維持10分鐘一班，九龍站、青衣站和普拉關站會繼續關。除了交通受影響，考慮到員工甲客戶安全，香港拜六有過來的商場甲銀行攏無營業，就連香港人上喜歡的賽馬，馬會嘛宣布所有店外投注處初5暫停服務。無論交通和民生活動受衝擊，毛民眾對港府用緊急法、訂定禁和平法，認為會更加堅定示威者甲港府登記抗戰嘅決心。我唔支持立緊急法啦呢樣嘢，咁但係如果可以令到一啲身邊嘅人都即係開始喚醒對於自己屋企嘅一啲意識嘅話，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都要一齊去 fight 咯，就係咁。
港府禁和平法一出来，就引起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积极违宪，违反香港基本法。不过港府的官员再度驳回讲，行政权并無凌駕立法權。禁止蒙面規例咧，呢個規例咧係一個附屬法例。換句話講咧，佢係要經過一個先訂立後審議嘅程序去處理。咁所以呢，其實係唔係話好似啲人講咁繞過立法會呢句説話就唔完全正確。最近香港局勢不安，就連觀光搶鏡嘛受到影響。新加坡更新香港旅遊警示，呼籲國民非必要應該避免去香港。電動風天時賽車 F1 原定2019年2月底喺香港舉行比賽，嘛以無法度確認安全狀況來取消。香港反送中運動繼續升溫，專家嘛示警，全球經濟下一個烏天鵝搶鏡有影來咯。記者綜合報道。香港昨暗有未少的民眾上街頭抗議。今仔日點報，保安局長李家超是講，目前是還未接到警方回報講，有任何人因為違反禁和平法，所以予警察抓起來的代誌。駕車的民眾出現佇莊園甲馬鞍山等等的各地區，共同宣讀香港臨時政府宣言。示威民眾大聲喊口號，抗議香港政府定禁止和平規律，是想要繼續壓制集會自由。對人民的訴求是加足無款。香港行政政府秘書長任岳輝、甲前立法會議員劉國祥認為政府禁止人民佇公眾集會場合甲面按起來有違反基本法甲香港人權法，所以出來申請臨時禁制令，毋過說叫高等法院來駁回。當你喺一個合法嘅示威集會遊行上面俾人認到，俾人影個大頭相，你就會俾人瘋狂起底。呢一個係香港人切切實實面對嘅白色恐怖。呢個政權攞走咗我哋免於恐懼嘅自由，你就唔好怪我哋作出合理嘅反抗。香港民間抗議嘅行動未煞，元朗街仔路伫初時暗時傳出講唱嘅聲音，有示威民眾告警毋是當勤嘅白衣刑警，佇咧衝突時陣轉來開一槍。根據了解，一個14歲少年家倒邊大腿着槍，狀況是真嚴重。元朗區助理指揮官尤乃強嘛去病院來解看，有真濟防暴警察警戒。經過規暝亂糟糟，律政司長鄭若驊甲保安局長李家超早起接受媒體訪問，指出目前無接到警方報告，有任何人因為違反禁止和平法抓來叫人抓起來。不離個初時暗時發生衝擊嘅事件，元朗警察開槍是保護家己，而且合法行為，希望社會唔通誤解。佢係頭破血流嘅，佢係流血流得相當犀利，亦都有人呢係向佢掟咗2個汽油彈。喺元朗嘅情況呢，喺佢需要保護自己嘅時候，佢需要用佢個配槍，呢個係絕對係自衛兼且係合法。咁亦都希望大家去認清咗問題啊，唔可以再唔去阻止或者譴責呢啲暴力。官員強調講，禁止和平法是針對暴力嘅示威者，警方會喺合理懷疑嘅狀況之下，才會來問話，還是該抓起來，愛民眾唔免受過頭煩惱。記者綜合報道。平常進入秋冬嘅季節，外圍嘅營養飛來，中部嘅空氣品質就無好，像中明、大理、豐原這寡所在 ，AQI 指標攏在柑仔色嘅頂。台中市環保局是強調，今年和舊年同期比起來，空氣品質是有降低小可，毋過民眾講這無明顯。又到秋冬狂雨嘅季節，拄10月初2到初5 ，AQI 空氣品質指標嘅數值，攏佇咧紅色、柑仔色嘅警戒值之間。連續3天空氣嘅品質攏無好，針對台中市環保局無及時來甲民眾意見，立委洪志勇認為官員根本就無好好做代志。可能說的比做的多啦哦，霧茫茫的一片的一個情況底下哦，那即使你沒有預先通知，你在隔一天早上，在昨天早上也應該要及時的發訊息來通知我們的民眾哦，但是連這一件工作都沒有做好。洪志勇嘛提出，除了中會認定當時嘅配合，嘛認為應該要求國營事業全面配合，針對空氣品質嘅問題。台中市環保局表示，即屆空氣污染主要是境外污染，甲境內污染擴散無好所影響的，啊毋過甲舊年同期比起來，已經降2倍克。中火跟中冷部分都有做查核，那查核結果也都發現他們確實有進行降載的部分。去年1到9月是19微克，那今年的話是17微克，那也可以從這個數據也可以知道我們明顯改善了2微克的部分。中火配合降載，刷天檔污染源的開閘，大興工廠當優點的污染源輔導甲管制。台中市政府強調講已經做遮濟啊，無民眾敢有感覺？他這就回去都會臉都黑啊，我覺得還是跟以前一樣沒有變。
变好，或是怎样。台电的方面是针对连续3天的空气污染发表声明，目前中火协调机组采取秋冬空污柜运转8只，未来114年若是燃气机组顺利开始，会采取运转机组2只燃气6只协调的做法，4只会转做备用的机组，敢若会伫春夏毋是空污的季节 ，AQI 比100较低，而且备转容量比800较低时阵，才有启用的空间，爱民众来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永康的排水工程，昨乌长甲事讲，地处现场全是甲水味。这个工程伫咧顶个月嘛捌甲台电的管线乌长去，互附近的居民是真烦恼。外面是永康工地现场，若像甲甲树管线乌长，四界拢会当闻到真重的甲水味。经消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来现场，野水用水务防护，而且嘛用气体探测器来检查，确实有验到甲水的数值。好佳在无啥物大问题，差不多1点钟左右就处理好啊。原来是台南水利局委托永区的区公所来办干线排水改善工程，而且伫顶个月18嘛捌传出过，若像甲台电管线乌长，引起电缆线烧起来。伊迄清出来足臭的啊！阮如果做者，我问我关起来，唔敢出来啊。敢足咸的啊。咸，我来讲2届啊，咱有百姓啦嘛是会投诉啊。对啊。哦，你工作做了无做伙，互百姓才会惊啊。1个月以来，乌长管线2届，互民众质疑施工的品质。啊，毋过工程单位驳回，台电的缆线毋是即届工程直接影响的，而且甲水的管线嘛有事先通报甲水公司，不离个因无配合先刷管线。试挖才可以把道路底下有什么管线把它弄清楚，然后再来大规模开挖，可能对民众的一个影响最小，然后对公共安全也是最高。另外，除了工地发生意外，最近台南市环保局嘛查到公害，保安工业区一间工厂无甲收集生成废水处理好，阻碍楼起保安工业区外口的大牌，违反水污染法第7条，相关会当罚20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关心国际的消息。美国众议院要弹劾总统川普，这是当地向北京发传票，要求伫咧10月18之前，爱甲川普和乌克兰总统通话文件交出来。不过，北京是回应讲，这是浪费人民税金。美国众议院包括外交事务委员会、情报委员会甲监察委员会，这是联合向北京发传票，要求北京上万伫10月18之前交出乌克兰门的相关文件。这3个委员会伫声明指出，北京真侪届拒绝自愿配合众议院的调查，因无法度选择，敢若会当发传票。而且，伫咧同一天，众议院嘛要求美国副总统潘斯爱交代互清楚，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伫7月25讲电话迄天，伊伫边仔是做啥物款的角色？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测试强调讲，民主党坚持要弹劾川普，完全是徛伫咧保卫宪法的价值。Some people sa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He's not worth it to divide the country this way." I said, "He may not be, but our Constitution is worth it. Our democracy is worth it." 针对众议院弹劾川普的动作，搁一届来升级。北京伫咧声明当中强调讲，发传票根本就无法度改变啥物，敢若是你无采纳税人的税金，落尾敢若会证明川普要求调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做法根本就无毋对。川普测试嘛指出，伊的法案予佩洛西，除非众议院全院表决通过，北京才会配合弹劾案的调查。而且伊要求调查拜登甲政治无关系，是因为因爸仔囝涉嫌贪污的行为，嘛袂甲北京感谢调查拜登爸仔囝甲中美贸易谈判立场做伙。No,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No, I want to do a trade deal with China, but only if it's good for our country, and it could happen. 川普真有信心，讲就算弹劾案伫众议院表决通过，啊，毋过到共和党较侪参议院嘛会去用动落来，民主党嘛会伫明年总统大选负真严重的代价。啊，若是拜登本人测试是反击川普贪污的讲法，强调讲川普才是美国现代史上上贪的总统，而且拜登嘛真红声，讲伊会伫明年总统大选当中甲川普来拍败。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实施禁和平法，总统蔡英文嘛，搁再呼吁港府得爱和人民对话。立法议长苏家全嘛讲，莫搁继续遐查天花岛，呼吁港府得爱紧回头。香港实施禁和平法引起各界不安，总统蔡英文再度呼吁港府爱和人民对话，进行面对人民的要求。立法院议长苏家全是对这感觉真遗憾，呼吁港府赶紧回头。我们持续的呼吁香港政府要真诚的面对人民对于自由民主的这个要求能够尽快的坐下来，好好的跟人民来对话
那任何会升高这个对抗的情势的做法，其实都不好啊。香港政府能够悬崖勒马，如果继续这么做下去，是会火上加油。非常多的历史的经验，民主自由必然战胜一切。蔡总统对香港议题表达关心，不过前总统马英九是伫国安论坛顶面批评蔡政府操弄人民惊吓的感觉，无承认九二共识历史两岸关系恶化会变成断交总统，无应该卖弄亡国感，但是由蔡总统反击回去。反中成为执政无能的遮羞布，甚至成为整肃政敌的武器。明年就让我们下架无良政府，驱散芒果干。让国家重拾正确的方向。把前总统讲的芒果干，那如果有这个感觉的话，我相信当初种芒果的人很可能就是他。蔡英文强调，政府伫咧两岸政策采取无挑人的态度，坚持维护主权立场。即马情势早就无共款，面对中国大陆步步进逼，若是退让的态度会互人民感觉不安。国家需要的是一个采取无退让态度的领导人，强硬坚守政府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针对香港的局势，台北市长郭文铁是呼吁港府和北京当局都要面对问题，唔通甲目睭查条咧。那进前因为郭台铭是讲支持者反弹，所以宣布5个月会先安咧。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是嘛讲要会面的明明就是郭台铭。香港政府实施禁止互面规例，引起人民的反弹。面对香港局势有关紧张，台北市长郭文铁顶真提出公告，避免搁再失言，呼吁港府和北京当局要实实在在面对问题。对症下药，才能够平息这一场风暴。所以重点不是老百姓蒙面不蒙面，而是政府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要去思考嘛，为什么民怨这么重？这实在是很奇怪。这民怨不解决，我无法解决的。外界认为香港情势牵动到台湾2控2选举，郭文铁认为，若是总统大选无重大的改变，就差不多要结束啊。但是蔡总统有可能连任，若是退出国民党，我对瓜田营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找5位郭家军伫位参选人徛台做势。我们很多的三峡的乡亲还有土城的乡亲，还有老五军团的乡亲，大家感谢你们一路的追随。因为前几天郭台铭以支持者反弹，决定暂慢5个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起价宣布。是不是跟郭台铭先生见面是完全他规划跟要求的？我没有提出这样的需求。若是手提政党提名参选总统门票的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无排除5度参选。一旦提无亲民党的门票，王金平表态会继续留伫国民党。没有选择的话，当然就是王金平强调，目前唯一思考的依然是选总统。若是无资格参选，会阁想未来的路要安怎行？嘛强调未阁再参选立委，也是争取国民党不分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今日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去美国访问，外界拢真关心。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两岸小组所起，伊伫咧受访的时嘛讲，要去也是唔去，还阁咧评估。拜六补上班的日子要摒弃着高雄市长韩国瑜视察往来三地了后，随过来了解美浓区水利的产销状况，面对农民反映讲长期欠卡手的问题，要求农业处来斗相共。不离个总统大选的日子是愈来愈晚，伊个无用市政，甲有遐多兼顾。韩国瑜是强调讲，目前的阶段也是以市政为主。有这个市长的职务，此时此刻当然是重视市政。那如果要开始拼国政、拼总统大选的时候，自然会有其他的论述出来。韩国瑜强调讲，市长的工作是即马上重要的任务。不过外界传讲，韩国瑜会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第2届来访问美国，确定的时间线一直有变化。原本传出讲10月份出发，即马阁有可能变到11月份。对这个代志，传出讲会替韩国瑜来规划访问美国的行程，也就是国政顾问团两岸小组的组员。所以，伊无甲话打真的。他现在事情非常多，时间非常短，现在只剩下100天不到了，所以这个事情在审慎评估当中了，对，还没有任何决定。所以有可能不去吗？我不敢说，去或者不去，我不敢说。还有呢？美国行的谢谢。现在目前还没有。好。所以讲，大选已经剩无甲100天，韩国瑜讲要去美国，也搁咧评估。不离个要去，也是不爱去，也搁无一定。嘛，互一直无法度确定的美国行程，加一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双十节就要到啊！今年除了国庆的大会、暗会和宴会，拢真声人目。
公司台语台嘛会伫咧总统府头前全台语转播，和观众朋友同齐庆祝双十节。穿传统的服装，咱台湾邦交国的学生会国旗同齐唱生日快乐。双十国庆是特别来啊！国庆主持人的背景有影真多元。大家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今年刚好我也是参加国庆日。去年才拄摕到咱台湾身份证的新住民吴峰，屏东百万族人打马，也有客家甲别人背景的主播，要展示今年国庆的主题，牵手世界，台湾起飞。美丽烟火飞过天边，绿化小组的特技飞行表演有影气势十足。伫咧有演的时阵，就已经成人捌。今年国庆大会伫咧台北总统府举办以外，国庆晚会会刷到族群也有移民比例上悬的桃园市，伫咧高铁站头前的广场举办。那大家所期待的国庆烟火，会伫咧屏东古迹旧铁桥头前来放，到时大家就使欣赏到国庆史上上长43分钟的烟火。台湾是一个多元种族融合的一个国家之外，我们特别还要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才能够共存共荣。看国庆大会，准公司台语台，咱全台语转播。双十节国庆大会，台语台的主播也会伫咧总统府用全台语转播，要陪观众朋友斗阵庆祝咱台湾生日快乐。记者洪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为着推动出租车升级转型，交通部和租车会打造智慧租车平台，未来咱全台湾会有1万台出租车，卖设8百个据点。全国租车业者协作会交通部长林佳龙宣布，伫运输管理研究所和租车会合作打造之下，会推动新的智慧租车平台。未来全台湾会有800个U-Car智慧租车据点，提供各地租车一地行，以做代购的共享经济。他不必须买车要怎么样？就是租车嘛，那刺激了整个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那甲地租车与地环呢，现在我们的业者也有在做。那我们再利用这个平台，再把这个部分再加强、再发展。因为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103.1条，俗称 Uber 条款，就要伫10月7日实施。Uber 驾驶会受到冲击，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要让每一个产业都有路通行，人车平台立管才会当公平竞争。Uber 官方嘛有告会有全新的营运方式，不过机电车产业烦恼讲，未来执法各不明确。Uber 还是重申他恢复到他现在认为说一个资讯平台的一个身份，那表示他就是没有取得所谓的计程车的执照。那他怎么派遣？那你交通部怎么认定他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我们希望每一个产业都有路可走，计程车、租赁车，各有发展的空间。交通部表示，103.1条如期取缔，但是对于有想要转型多元机能车的驾驶，因为顶半年职业登记证的报考张数无够，会增加，和驾驶伫10月底进前完成考照领证。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大内万国戏院因为电影返校杀青起来，初时举办电影《盲人律师》头场的放送会，都有目睭看无的学生去现场用听的来看电影。伫古早味气氛的大南万国戏院内底，来真侪拄下班、拄下课的民众甲学生，因拢是要来看根据美国无线电公司伫台湾投行造成污染事件改编而成的电影《青梅律师》。盲眼律师要接案子，怎么接得到啊？人家都可以做得到，那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伊的污染直接带下咱这员工伊的身体拢无好的所以我感觉讲这议题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这件发生伫民国83年的真实事件，到即马搁咧拍官司。电影用宽景、多讲宽义为背景，讲一位无贴过官司的青梅律师，安怎甲员工去对抗跨国企业的违法行为。嘛，因为是失踪人士的故事，吸引到失踪的学生来看电影。要来看这种电影或是任何那个影集的话，其实需要有一个家人或者是朋友可以帮忙做一个转述的动作。这样遇到很多的困难，还有很多甚至说情绪可能很难过啊，或者是很复杂，可是他还是坚持没有放弃。大南万国戏院伫电影返校来遮处境，甲电影放送了后，拍开知名度。
嘉义县政府表示，县园是展现文化的所在，为着要推广大南的文化观光，会协助经营这个珍贵的文化空间。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北部地区24度到31度，中部地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4度到29度。离岛地区24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